長、各位家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，我係2E班嘅張曉茹。大家好，我係3A 班嘅譚康林。曉茹就嚟到學期尾啦，你喺暑假嘅時候會唔會去旅行啊？當然會啦，但係我仲唔知道屋企人會帶我去邊度旅行㗎。咁你有冇興趣同我一齊去旅行啊？但係我哋小朋友冇錢點去啊？唔使擔心喎，我今日要同你同埋全校嘅同學一齊去旅行，唔使錢㗎。咁這係乜嘢旅行嚟㗎？我哋去邊㗎？我哋今日會有唔同嘅藝術團體會為大家帶嚟一連串嘅精彩演出，同大家嚟一個藝術之旅。睇來今日嘅旅行係一個精彩嘅音樂會喎。我哋有冇嘢要注意㗎？喺音樂會開始之前，我哋先嚟講下音樂會嘅禮儀。首先喺音樂會開始之前，唔好喺度細聲講嘢、大聲笑啊。第二，每個表演完咗之後，請大家拍手為支持。第三，演出期間切勿擅自離開座位。如果有需要，請喺一個節目完咗之後舉手示意。第四，留心聆聽台上嘅同學精心準備嘅表演。我哋今日好高興可以有家長到場觀賞。我喺呢度提醒各位家長，呢場演出將會有專業攝影師為演出同學拍攝，所以各位家長唔使擔心，只要好好享受演出就得㗎啦。我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音樂會嘅禮儀㗎啦。你睇下大家幾期待，不如我哋開始啦！你都啱嘅，同埋我哋一陣間都要表演，我哋要好好準備一下。我哋有請第一隊表演嘅管樂團，我哋有請代表管樂團嘅小師嚟到介紹。